另外一个人。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最近甲内政部长林佑昌伫面切哩逼战，伊批评台湾多经一寡危险的巨厝的政策已经失控。林佑昌是即个批评讲，凊彩批评真简单，也毋过又讲啊，即个国党是胜利人，即个政府毋是胜利人。国党的长即出现伫台东机场，被问到讲相关的话题时，并无呢加做回应，也毋过有透过面切批评民进党完全无理解产业的需要。国党啊，伊的动作遮济，佫提出这个房地产的政策，佮加这个林佑昌伫遐对呛，外界人讲，伊是为了要为参选来累积政治的力量。 要反送你另外一本书，你会接受吗？面对记者的采访，敢若笑笑拢唔回应。为着围绕多经的议题，贵党的含内政部长林佑昌已经冤过了摆。他说要有一本基隆城市规划的参考书要给你参考。内政部长林佑昌伫咧12号半暝啊，破文章讲，贵党的是胜利人，也毋过政府唔是。对此，贵党的就伫咧辩册顶悬甲回应讲，胜利人是林佑昌部长对我的肯定，我感谢伊对我的学乐。所那个党媒讲，因为民进党政府唔是胜利人，完全无理解产业的需求，请另外执政，让台湾的产业面对着真大困境。我会公平的邀请民主进步党、中国国民党、台湾民众党的3位总统候选人一起来参与。 7月16号，基自正义大游行，那国文体合校友谊，特连贵党的嘛答应会来参加。最近伊嘛常常弹出着房地产的政策，都宏解释做是独立参选来累积政治的力量。林佑昌嘛一直出招来骂贵党的，引发着外界猜想。 参加竞争所活动，林佑昌无正面来回应。严格前一天，行政议会通过青年安心成家房贷经济的方案。7月18号开道游行就特别到啊，各党派拢已经准备好，要安怎来发挥基础正义的议题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。